2025年，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，但是长辈大的难题也是无解。内政部的统计，目前台湾大约有43万的长辈住伫个600万间无电梯的老旧的公寓。老大人要就落楼真为难，都袂输是住伫个老人内底。华视采访团队就发现，有老大人每礼拜苦等囡仔逝世转来，才会当扶因落去楼骹。 甚至阁有长辈因为无电梯，无法度去互医生看，是孤独死伫个厝内。台湾的老厝甲老人这上老的困境到底有偌严重？政府提出的补助甲社福政策是毋是有够因用？为伤老找出路，来看咱的追踪报道。一个礼拜下楼一次，他很不愿意下楼，他说会很累。 老人家行动不便的情况之下，困在这一层里面。我就买东西的时候买一趟就好了，下来就不想上去了。老宅跟老人这个问题，实际上台湾越来越严重了。因为这了，才是老回来，为什么黑了？16了，过年97了。 头毛白苍苍、身躯鼓鼓的杨阿嬷已经食到98岁，住伫南机场国体社区，要出门一转真不简单。哎，嘿，行，好哈，走，摸摸行摸摸，来有带寿司，来有带寿司。土雨伞做乖仔，伫下经济走廊。 走囝到户里看行，这也毋是上困难的。年岁有啊，行动不方便，大五楼阁无电梯，阿嬷要落楼实在是步步艰难。温素啊，他平常下楼就是他右边扶着把手，我在手牵着他下。将楼梯的手环抓安，走囝到户里才会当勉强行落楼梯。 低低的7级楼梯，一般人敢若需要2秒钟，说是由阿嬷挺家的紧绷。阿里阿多，阿里阿多。这样他累了就会让他站在这边休息。他喜欢看这棵大树。这是由阿嬷每礼拜唯一一摆行出因兜，看到外口的天气，吸收新鲜空气。 杨小姐曾经想要将老母接到有电梯的公寓，然而老母无爱。大半世纪的老公寓，卖事是一个束缚，将杨阿嬷后半世人关掉咧。80了96，啊96， 96啊。之前排好的时候，他会在5楼绕个一圈这样子，慢慢走这样子。 那现在越来越没力啦，一个礼拜下楼一次，就是勉强迫他，他很不愿意下楼，他说会很累，然后他说他头晕怕跌倒这样子。同一栋国体，住3楼的住户也面对着同款的困境，中风爱坐轮椅。 也毋过无电梯，轮椅敢若会当放伫1楼，拄拐仔豆豆啊爬楼梯。伊啊，逐工爬足辛苦个呢。你就算中风个，你嘛是无法度伊啊。今天去拿药没有？都是要去做复健啊。我也无直直起来，我一个时阵啦，有时就好去。楼梯爬起爬落，变成生活上大难题。时大敢若会当尽量迈出门。 也毋过安尼场面，四界拢有。爷爷，请问你是住几楼？我住4楼啊。4楼哦，每天你都要这样子走4楼吗？对啊，要啊。累。累啊，真是现在累啊。那如果不必要，我就很少下楼。我可以有什么方便2、3样东西要买，我挤在一起就上下一次就好了，不要多上下。 好，谢谢，完了，拜拜。就这样拔就好了。
不用休息啊。爬一个楼梯都真吃力，大10楼的老先生往回一抓都需要半点钟。我就买东西的时候买一趟就好了，我就不想下来就不想上去了，不想爬上爬下。你要是叫我有电梯的话，你叫我爬上爬下没有关系。你会很想要有电梯吗？对啊，就是想要电梯。当然有电梯就比较好，可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电梯这边房价什么都涨，我这样就没有收入啊。是不是要加装电梯？社区冇讨论过。就这个位置设电梯，刚刚好。当初建筑师他们都有来看过，有评估过，像这一个就可以设。你看这个楼梯上根本没有影响到任何1楼啊，但是呢，因为钱的问题，就是好啊，弄出来了啊，结果电费以后怎么办？怎么管理？起电梯的经费、电费以及维修保养的费用总袂出来，电梯基地都无后续。1楼的住户无受到影响，严过2楼以上的。你们这里有爬梯机吗？你要叫那个啊，叫那个长照那个爬梯机啊，这边没有电梯了。啊，那个会要等很久吗？那个长照的？你要预约哦，你要跟他讲，要1、2天前就可以了啦。啊，你要先跟他讲，看他有没有车子。那所以如果紧急状况就没办法了。紧急状况也那就要叫救护车啊。这边有摔死这个好几个人，老头子啊，有的人是病死了哈，或者是他没办法来不及看病了哈，在房间死了。老人家就是行动不便的情况之下，会被困在这一层里面。那他每天大概顶多只有走1圈。或者南基中国体都经整合的老红龙，病年来看真济时代，去互雇处束缚。行不出去，应该是所有住在公寓里面的老人家都会碰到的问题。他肚子饿了要出去买东西吃，然后呢有必要到医院去拿药，他就是得下楼。看到的情况，其实真的是看得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忍心呐。我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，真的是走半层楼就要休息至少5分钟，她才能够继续走。他们的房子本来是在2楼嘛。结果就是因为坐轮椅了，结果他们只好2楼租给别人，去租1楼的房子了。落去楼卡变作时代上遥远的距离，尤其住伫搁较早期的第1期国体，生活范围去互雇处彻底限制。就是这样，夫妇俩肯定要走下去。结果隔了大概将近半个钟头之后，我还看到那一对老夫妇还在同一个位置。他们想要走下去，但是没有办法走。1950年代起的南基中国体，每一户6坪到10坪，是全台湾第一批由美国援助来建造，是当时上时间设计。当初盖这个的时候是2战刚结束的时候，它这里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先进的。公共空间上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整个当初的设计，它非常有实验性。公共空间当初的预留其实是非常宽裕的。随着人口增加，走廊去互洗衫机和热水器占满，风墙占地违建也愈来愈多。因为它本来坪数就很小，大家慢慢生活久了，你那个家具啦、家电啦就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把瓦斯桶放在走廊上。这边我们称为悬臂式的这个7楼，然后2楼的利用这个悬臂式上面的空间，它就往外伸。你看这样子，它的整个生活空间就多了1坪多啦，大概98%、99%通会有往外那边。时代演变，上新的建筑即卖变作老旧的国体，住户也为少年住甲吃老。40、50年了嘞，我80几岁了嘞。我听到至少有3到4家，死因大概就是大部分就是因为慢性病，然后可能例如说糖尿病没有照顾好。那我想这个大概也是因为，例如说他没有办法出来买药，药没有了，等救护车等太久的，然后送到医院去的时候来不及了。这种情况我也有听说过1、2次。套用一句日本的词叫做孤独死，就死在自己的房间里面，
您知道目前在台湾有多少老人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或是住宅里面吗？这样子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不方便呢？目前全台湾有超过425万名的老人，创历史新高。另外，在台湾有超过600万户的住宅没有装电梯，换算下来，每8位长者就有1名老人是住在没有装电梯的公寓或是社区里头，他们出入不易，渐渐与社会脱节。一户一户起出去的违建，不时传出使人心酸的中价悲歌，也有老旧主体无声的哀鸣。几乎都是违建，好，只有少数几户可能没有外推，上面那个也都是木做的哈，木做扩张，因为木做本身它就有一个自然毁坏的状态，因为它就自然风化、自然毁坏。你搭出去以后，因为你室内已经忘记你用什么材质搭了，你可能会放很重的东西，可能有书柜啊，负重过重，造成楼地板的错位。如果已经造成这个楼板的下陷或是结构梁柱的破坏，其实就相当的危险。6年前，第7户都经出现节，王水玲今摆转做建筑师，伊真感慨。这种国宅，我觉得我们首先第一个要件，当然我觉得电梯是很重要的啦，因为违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也有可能在这个新建过程中，可能会让部分的住户的违建受损，这恐怕抗性会变得非常之大。其他盖电梯应该是盖在这个平台外面，但是因为这边其实都有违建嘛，哈，其实最不挡路的应该是盖在这一块，但盖在这一块就会影响到这个1楼的违建。不过，也有国体电梯起成功的案例，说是要花2000个住户共计用1台电梯。2楼到了，唯一一户，对，因为之前要谈坐电梯都蛮难，因为之前其实因为我这边跨4个里，那每个里其实之前都在讨论说是不是里内可以坐电梯，可是都找不到适合的公有地。这一块是所有里面唯一一栋是公有地，所以是最好征用的，所以就把这个楼梯敲掉，直接做了一个电梯在这边。1楼到了，会有点不敷使用，是因为其实这个社区非常老了，那有很多老的长辈，他又是离所有的住宅都是最远的，所以变大家要拉很远的路线，才有办法来这边坐电梯。2楼以上还是没办法。2020年，全台湾敢若有老火爱基主体，都有60万户，其中老人独居的主体也将近46万户。这款的现象愈来愈明显。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429万人，人数上济分别是新北市71万5和台北市54万7。30年以上的老公寓，全台湾有480几万户，用县市来分也是双北上济。新北将近90万户，台北也超过65万户。尤其30年以上的老厝，大部分无电梯；2楼以上的老人，未需住伫偏乡，连1楼拢真歹行脚到。这里面也就牵到政府有没有决心，是不是来想要帮助解决老宅困老人的问题？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长期而且数量很多很棘手的问题。我特别强调，因为老宅跟老人这个问题，实际上台湾越来越严重了。那他被老宅困在里面，下不去上不来，那看病都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那只好这个不敢出门了。那看病都有他困难，要请人家帮忙等等的想法。那这个当然就影响老人的生存权了。无法度起电梯，连途径也是遥遥无期。要安怎维护老岁仔人的生存权和生活尊严？强调小面积也会当中建的围脑重建条例是一个解放。只是实施6年来，台湾30年以上的旧厝中建的数量也是比不过继续增改旧厝。因为无论是途径或者是围脑重建，上大难题都是建筑户所有权人100%的同意。掌握不到，甚至于连你寄挂号信他都不收，又没有办法有太多人力去做家户的拜访的情况之下，那在讯息的沟通上面，这个就会断掉了，就会造成我们在推动都更后，我们要不停的累积那个赞同的比例嘛，就会卡住。尤其是老人家年纪大一点的，他们对这个环境的依赖度非常高，你叫他搬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了。南参道违建的老旧主体，是你甲我历代城市，嘛是台湾的缩影。
无电梯的旧厝，当一点一滴夺走4大人行出门的机会。居住的难题真有挑战，嘛咧等待解决的迄一天。